繼取消敬老金之後，台北市將取消退休公務人員嘅3節惠民金，從原本每年嘅6000蚊刪減為3000蚊，預計每年將可以為台北市府慳下6000幾萬。民進黨議員認為退休公務員有月退俸，比一般民眾要好好多，因此提議刪減。不過，國民黨團就認為台北市公務人員績效好，擔心刪除退休人員嘅3節獎金將會打擊士氣，因此原則上唔同意呢一項提案。繼取消敬老金之後，而家台北市議會財建委員會初審決議，要將退休公務人員嘅3節惠民金從6000蚊刪減為3000蚊，將影響22000多人。預計每年台北市政府可以慳下將近6000多萬。民進黨議員許淑華認為，退休公務人員已經有領月退俸，比一般受薪階級仲優厚，所以民進黨團原本提議將3節獎金全數取消，不過經協商之後變成減半。不過，國民黨議員李新就認為，台北市公務人員辦公績效有目共睹，如果將退休公務人員嘅3節獎金減半，一定會打擊士氣。台北市議會國民黨團表示，會將此案列為協商項目，原則上唔同意刪減，更加表示中央同地方政策應該一致，淨係刪減台北市對呢啲退休公務人員唔公平。